你有冇曾經以為讀運動科只係鍛鍊體能或者做教練？其實運動唔係跑跑跳跳咁簡單，背後有科學又有數據。CUSCS 1年全日制運動表現及創新文憑課程，專業嘅科目包括有運動學導論，介紹體育及運動科學嘅基礎知識，學習透過科學嘅方法提升運動表現，新興運動嘅發展同培訓。完成呢個單元，學生將會獲頒發新興運動導師證書初級或者同等資歷，具備喺校園或者社區教授相關運動嘅資格。智能科技與運動應用，探討智能科技喺現代體育運動中嘅角色。體適能評估與運動處方，探討體能活動與身體健康之間嘅關係。學習設計個人化嘅運動計劃，功能性人體解剖及運動創傷，學習人體嘅結構同功能，以及運動創傷嘅成因同處理方法等等。CUSCS 嘅全日制文憑都係以大專模式授課，特設一直深受學生歡迎嘅班主任制，班主任會關心學生嘅需要，提供規劃指引。讀完運動表現及創新文憑嘅同學可以選擇升學，升讀 CUSCS 嘅2年制康樂及休閒事務管理或者其他高級文憑課程，亦都可以選擇投身康體活動、運動訓練或者相關體育行業嘅工作。如果你鍾意體育同運動，想將興趣變成專業，CUSCS 嘅運動表現及創新文憑課程就啱晒你。